你係咪都試過夜闌人靜，得返你一個嘅時候，個心會無端端慌起嚟，又講唔出究竟驚啲乜？又或者去到某啲陌生嘅地方，見到某個完全唔識嘅人，你心入面會有一種極之強烈嘅直覺，覺得自己上一世好似已經經歷過啲咁嘅畫面。好多人遇到呢啲情況，會以為自己係精神緊張，又或者係最近壓力大，諗多咗。但其實呢啲根本唔係病，更加唔係你神經衰弱。呢啲無端端嘅恐慌同直覺，係你靈魂深處仲殘留住上一世嘅氣味。今日我哋唔講啲虛無縹緲嘅怪力亂神，我哋只講天地之間真正存在嘅規律。講起八字命理，12個時辰入面，點解古人偏偏將子時同午時睇得比條命仲重？點解喺呢兩個極端嘅時辰出世，命格同性格都會同普通人完全唔同？喺呢兩個天地交接嘅瞬間，到底收埋咗啲咩驚天秘密？如果你一直都覺得自己同呢個世界格格不入，又或者你身邊有子時同午時出世嘅親人，咁你一定要慢慢聽落去，因為聽完你就知點解有啲人一出世就注定要孭住兩重前世嘅身份。你亦都會明白，你身上嗰啲改唔甩嘅缺點，其實未必係壞事。喺拆解時辰之前，我講個好冷門但係好有意思嘅佛教比喻俾你聽。喺佛教有一部好出名嘅經典，叫做《大智度論》，入面提到一個概念，叫做習氣。咩叫做習氣呢？古人講得好遠，但我哋用大白話來講，就好似一個裝過高級香水嘅玻璃樽。想象下，你將個樽入面啲香水全部倒晒，甚至用水洗得乾乾淨淨，抹到一滴水都冇。但係當你將個鼻孔埋去聞下，你會發現嗰陣香水味依然會留喺個樽度，點散都散唔走。就算過咗10年8年，嗰陣若隱若現嘅香味始終都喺度。我哋每個人其實都係呢個空樽。傳說話飲咗孟婆湯，過咗奈何 P， 上一世嘅記憶就會洗走晒。冇錯，具體發生過咩事，你確實係唔記得咗。但係你上一世做過咩人，發過咩願，受過咩苦，積過咩德，嗰陣氣味已經深深印咗喺你嘅魂魄度。呢啲氣味就係佛家講嘅習氣。呢啲氣味跟住你投胎轉世，今世就變成咗你天生嘅性格，你嘅脾氣，你莫名其妙嘅恐懼，同埋你與生俱來嘅天賦。你以為自己係一張白紙咁嚟到呢個世界，其實你一出世已經帶住上一世嘅底稿。有啲人身上有陣陣血腥味，今世就特別急躁好鬥；有啲人身上有陣檀香味，今世就特別容易心平氣和。對佛學、國學、傳統文化有一種講唔出嘅親切感。好多時你成日埋怨自己，點解我性格咁孤僻？點解我做嘢咁容易心軟？點解我見到人哋勾心鬥角，我寧願自己蝕底都唔想去爭？其實呢啲唔係你軟弱，亦都唔係你冇用，呢啲正正係你靈魂深處嗰陣前世嘅氣味作怪。明白咗呢個道理，我哋再講翻時辰。既然個個都有前世嘅氣味，咁點解老祖宗睇命理硬係要將子時同午時抽出來睇得咁重要？點解修行嘅人講究子午打坐，中醫又講究子午留住？答案好簡單，因為呢兩個時辰係天地陰陽之氣交替得最激烈、最純粹嘅臨界點。古人講天人合一，絕對唔係一句空話。子時即係夜晚11點到凌晨1點，呢個時候係出面天色最黑、天氣最凍、陰氣去到最頂點嘅時候。但係物極必反，就喺呢個最陰暗嘅時刻，地底深處會有一絲真陽之氣爆發出嚟。呢個係陰氣到頂轉陽嘅瞬間。反過嚟睇，午時即係中午11點到下晝1點，太陽最猛烈，陽氣最爆棚。但同樣地，陽氣去到最盡，一絲陰氣就會悄悄萌生。呢個係陽氣到頂轉陰嘅變化，就好似海邊嘅潮水，濺到最高嗰1秒，同埋退到最盡嗰1秒，嗰股拉扯嘅力量係最大嘅，留低嘅印記亦都係最深嘅。天地之門就喺呢兩個極端嘅時辰大開。喺呢兩個臨界點投胎出世嘅人，佢哋靈魂上嗰陣前世嘅氣味保留得最完整、最濃烈。其他時辰出世嘅人，前世嘅印記可能模模糊糊，但子時同午時出世嘅人，佢哋前世嘅底色簡直係入木三分，直接左右住佢哋今世嘅命運。你唔好用西方嗰套儀器邏輯去衡量，睇唔見唔代表唔存在。你睇唔見風，但你知風喺度吹，你睇唔見氣，
但你支氣喺度運行，老祖宗用咗幾千年時間觀察、總結、驗證出嚟嘅生命真相。只要你對照下自己，或者對照下身邊嘅人，真係一看一個準。如果在極暗嘅子時降生嘅人，天生帶住一重極其特殊嘅前世身份，聽落去，佢哋好似自帶住天道嘅護佑，遇難呈祥，逢凶化吉，連老天爺都會幫佢哋開路。但你又知唔知呢份看似超然嘅清靜背後，其實暗藏住一個足以拖垮佢哋一生嘅致命弱點？要拆解呢個弱點，我哋首先要睇翻子時嘅真正意義。12個時辰入面，子時正正係天地陰氣去到最盡，一絲微弱陽氣啱啱破土而出嘅瞬間。喺呢個極端嘅臨界點降生，佢哋嘅靈魂到底裝過啲咩香水？上一世佢哋通常又係咩人呢？答案就係佢哋通常係嗰啲真正清心寡欲嘅修行者，又或者係一世人默默行善，唔求回報嘅清淨之人。你聽到修行者呢3個字，可能第一時間會諗，係咪即係電視上嗰啲神仙，定喺深山入面修道嘅高人？唔係嘅，呢度講嘅修行者，未必係剃度出家嘅和尚，亦未必係着住道袍嘅道長。佢可能只係一個喺上一世人唔貪名、唔貪利、唔好色、唔貪財，一心守住自己本分嘅普通人。佢見到人有難會順手幫一把，遇到利益爭拗，寧願自己退一步都唔同人爭。呢種人，佢個魂魄係清淨嘅，係通透嘅，係帶住厚重功德嘅。就算飲咗孟婆湯，過咗奈何皮，呢份清淨同慈悲嘅氣味都唔會消失。呢陣氣味會直接帶到今世，變成你嘅性格底色，變成你與生俱來嘅直覺同福報。喺呢座城市，我講個舊陣時發生嘅故仔俾你聽。有個叫沈慧心嘅女人，佢就係典型子時出世嘅命格。慧心後生嗰陣，做嘅係一種好冷門、好枯燥嘅手藝，幫人修補舊書同字畫。呢行搵唔到咩大錢，又要日日坐喺張台前面，對住啲霉霉爛爛，甚至有陣藥味嘅爛紙。但偏偏佢做得好開心。佢由細到大，性格都好內斂，甚至可以話有啲孤僻。佢唔中意熱鬧，唔中意去人多嘈吵嘅地方，更加唔識講啲好聽嘅說話去討好老細或者客仔。對住啲名利場，佢完全提唔起興趣。但好奇怪，慧心呢世人睇落去平平淡淡，甚至有啲蠢，但每逢遇到大關卡，硬係會有貴人出嚟幫手，總係可以逢凶化吉。有段時間，舊書古籍市場突然之間炒得好熱，好多行家見利心起，為咗搵快錢，將啲新書用化學藥水做舊，當成百年古董咁賣出去。有人見慧心手勢好，就搵上門，叫佢一齊合作搞呢啲仿古生意，話包保佢做1-2年就夠錢買大屋。但慧心個心硬係覺得唔舒服，佢覺得整假嘢去呃人，個心會好唔安樂。於是佢一口拒絕，寧願繼續踎喺自己個細檔口，執嗰幾十800蚊嘅修補費，都唔肯落水。啲同行笑佢蠢，話佢死牛一面頸，注定一世窮。結果點呢？冇幾耐之後，市場爆煲，查出大批假貨。嗰幾個貪心嘅行家，唔單止蝕到渣都冇，仲惹上一身官非，甚至有人要踎監。而慧心呢？佢因為一直安安分分，反而有啲老主顧覺得佢份人信得過，主動介紹咗好多圖書館同大收藏家嘅生意俾佢。有一年，佢個檔口被迫遷，業主獅子開大口加租，眼見佢就要結業。點知有個當年佢幫過手，免費補過一本爛家譜嘅老人家，原來係個好低調嘅富商。個老人家二話不說，將自己名下一間好清靜嘅唐樓地鋪，用極平嘅租金租俾佢，等佢可以安安穩穩咁繼續收書。好多人睇到慧心嘅經歷，都會酸溜溜咁話：哇，呢個女人真係好彩，成日都遇到好人。但我話俾你聽，呢個絕對唔係運氣，亦唔係咩巧合，呢啲係佢前世帶落嚟嘅福報。因為佢靈魂深處留住上一世修行者嘅清淨習氣，呢份習氣令佢對污糟邋遢嘅事有一種本能嘅抗拒，令佢見到利益唔會埋沒良心，令佢依然保持住嗰種默默行善、唔同人爭嘅性格。天地之道從來都係公平嘅，你唔去作惡，唔去糟蹋自己嘅福報，嗰份無形嘅護佑就會跟住你一世。只要你留心觀察下，你或者你身邊子時出世嘅人，通常都會有幾個刻喺骨子入面嘅共同特徵。第一，佢哋極度需要獨處，人多嘈雜嘅地方會令佢哋渾身唔自在，好似周身唔聚財咁。
得閒自己靜靜地睇下書，發下呆，對佢哋來講唔係孤獨，而係充電。第二，佢哋同理心超強，見唔得人受苦，見到流浪小動物受傷，或者老人家執紙皮，佢哋個心會隱隱作痛。有時自己明明都過得唔好，都仲想伸手幫人一把。第三，佢哋從小就比同年紀嘅人成熟，好多子時出世嘅小朋友，細細個就好似個老靈魂咁，唔百厭，唔任性，心思好重，懂事得令人心痛。聽完呢啲，你係咪覺得哇，子時出世嘅人簡直係攞住副好牌，一世有福報，有天道護佑，連老天爺都幫佢哋開路。但係老祖宗嘅智慧永遠都係講求陰陽平衡嘅，有光嘅地方一定有影。子時嗰種極度嘅陰同埋靜固然帶嚟清靜同福報，但同時亦都留低咗一個極之致命嘅隱患。你以為佢哋真係過得咁通透，其實唔係。呢班看似清高、被天道眷顧嘅修行者靈魂，其實日日都喺度被一種無形嘅力量慢慢抽乾。佢哋嗰種與生俱來嘅高敏感同清靜，一旦放喺呢個複雜、充滿算計嘅世俗社會入面，往往會引發一場災難性嘅自我摧殘。好多人以為帶住修行者嘅習氣，有天道護佑，就實行順風順水。但係天底下邊有全影嘅牌局，呢份看似超然嘅清靜背後，正正暗藏住一個足以拖垮佢哋一生，甚至將所有福報耗盡嘅致命弱點。而呢個弱點，用依家最流行嘅2個字去形容，就係內耗。你試下諗下，一個上一世習慣咗清心寡欲，唔同世俗打交道嘅靈魂，突然間跌入一個下下都要講人情世故、講利益交換嘅名利場，佢會點？佢會覺得極度唔適應。好多子時出世嘅人，天生就唔識得圓滑世故，佢哋唔識講大話，唔識講啲虛偽嘅場面，話去討好老細，更加唔識得點樣喺人際關係入面虛與委蛇，個心點諗，把口就點講。如果覺得講出嚟會得罪人，佢寧願粒聲唔出。結果係點？結果就係佢哋成日喺人際關係上食死貓，被人誤解，甚至被人當成軟柿子咁孭住嚟欺負，受咗委屈，佢哋又唔識得好似其他人咁大吵大鬧去爭取，只係識得將啲屈辱吞晒落肚。而最攞命嘅係佢哋嗰種與生俱來嘅高敏感，人哋一句無心之失，一個少少唔耐煩嘅眼神，甚至係群組入面一句覆得比較冷淡嘅回覆，其他人睇完就算，但子時出世嘅人會將呢啲微細嘅嘢無限放大，佢哋會將呢啲畫面放喺心入面，翻來覆去咁諗，鑽牛角尖。半夜3更，人哋瞓到扯晒鼻鼾，佢個腦仲喺度瘋狂運轉。死啦！佢今日咁講，係咪對我有意見？我頭先嗰句說話係咪講錯咗？越諗越焦慮，越諗越能憎，搞到晚晚瞓唔着，食龍肉都冇味。好多時你根本唔係輸俾出面嗰個世界，你係輸俾你自己個腦。老祖宗留落嚟嘅中醫智慧講得好透徹。中醫話思慮過度傷肝膽。黃帝內經入面講，子時膽經當令，膽係主決斷嘅。正常來講，子時出世嘅人膽氣應該係最足嘅，但偏偏因為你哋諗得太多，將所有嘢都屈喺心度。中醫叫做氣結，啲氣結埋一結，疏導唔到，時間一長就會耗盡你嘅肝膽之氣。你個膽氣一虛，做人做事就會變得優柔寡斷，畏首畏尾。去到最後，明明有好好嘅機會擺喺你面前，有好好嘅平台等你去發揮，你就係因為怕呢樣怕嗰樣，怕得罪人，怕做唔好，結果白白放手，錯失咗人生更上一層樓嘅機會。你以為自己嘅退讓係一種善良，其實無底線嘅退讓同自我消耗，正正係喺度張拿緊天地賦予你嘅福報。咁點算？子時出世嘅人，或者自問性格極度敏感內耗嘅人，今世到底應該點樣自救？點樣先可以保住自己嘅福報？唔好俾人食住上。我俾幾個好實用嘅建議你當係古人留低嘅修心法門又好，當係我提點你都好，你試下照住做。第一，接納自己嘅唔合群。你一定要話俾自己聽，內向唔係錯，敏感唔係錯，中意獨處更加唔係錯。你唔需要逼自己變成嗰種八面玲瓏、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嘅人。你上一世修咗咁耐，先收到呢份真誠同清靜，點解今世要為咗迎合別人去污染佢，交唔到心嘅圈子就退出來？
要靠討好先維持到嘅關係，就斬斷佢，將精力留返俾自己。第二，善用你嘅天賦去轉移注意力。你天生對傳統文化、對修心養性、對啲需要靜低心嚟鑽研嘅嘢有直覺，你就去學，去深耕。當你將所有注意力由人哋點睇我轉移去我點樣做好手上呢件事嘅時候，你嘅氣場就會聚返埋一齊。只要你喺自己個領域做到極致，貴人自然會被你吸引過來，根本唔需要你去攀附。第三，學識適度，走出舒適區，唔好完全與世隔絕。你唔需要做到長袖善舞，但你最起碼要學識基本嘅表達。遇到唔公平嘅事，試下平心靜氣咁講一句我唔同意，或者我唔接受。你試一次就會發現，原來表達自己嘅底線，天係唔會跌落嚟嘅。講到呢度，相信好多子時出世嘅朋友心入面都鬆咗一口氣，好似終於被人明白咗咁。子時嘅人就好似喺極度黑暗嘅深淵入面靜靜地發光嘅修行者。但係如果我哋將個時鐘駁去另一個極端呢？如果喺一日之中，太陽最毒，陽氣最烈，連地上面啲水都會被精填嘅午時，嗰個陽氣爆棚嘅臨界點，喺嗰一刻投胎出世嘅，又會係一班點樣嘅靈魂？佢哋上一世到底做過啲咩驚天動地嘅事？要解開呢個勒戒，老祖宗留落嚟嘅《黃帝內經》講得好清楚。午時即係中午11點到下晝1點，正正係心經當令，心主神明，主血脈，主一身之陽氣。喺呢個臨界點降生嘅人，如果用佛家集氣嘅角度去睇，佢哋個靈魂裝過嘅香水，同子時嗰班清淨修行者完全係兩回事。上一世佢哋唔係匿喺深山嘅隱士，而係心懷家國、衝鋒陷陣嘅擔當者。佢哋可能係保家衛國、血債沙場嘅將領，可能係為民請命、唔畏強權嘅清官，又或者係危難關頭挺身而出、保護弱小嘅領頭大哥。佢哋上一世人唔怕苦、唔怕死、唔退縮，將所有責任孭晒上身。呢種勇敢、正義同埋魄力，已經深深咁刻咗入佢哋嘅魂魄度，變成咗一種極其強烈嘅習氣。帶到嚟今世，就變成咗佢哋天生嘅領袖氣場，同埋嗰種唔可以被忽視嘅責任心。舊陣時，呢座城市有個搞運輸車隊嘅領頭大哥，叫做唐耀華。耀華哥就係正中午時出世嘅人，佢由細到大都有一種好潛人嘅氣場，行出嚟腰板永遠挺到直一直，講嘢大大聲，唔扭捏，唔閃縮。身邊啲同年紀嘅細路，個個都當佢係阿大。做咗車隊老闆之後，佢永遠係最搏命、最肯孭飛嗰個。遇到打10號風球，或者邊度有嚴重水浸天災，其他車隊都收埋啲車，唔敢接單，驚蝕底，驚出事。耀華二話不說，親自揸住架大貨車，帶住班伙計衝去最前線送物資救人。有次架車喺山路跪低，佢一個人淋住暴雨喺泥水度推車，推咗成個鐘，搞到成身傷晒都一聲唔出。身邊啲伙計同行個個都服佢，心甘情願跟住佢搵食。佢事業越做越大，遇到搞唔掂嘅客，傾唔埋懶嘅數，佢一出馬，憑住嗰股正氣同膽識，3兩句就拆掂。大家提起耀華哥，冇一個唔算起隻手指公，話佢夠義氣，擔得起大事。你睇下身邊午時出世嘅人，係咪都有呢啲影子？佢哋天生就有幾個好明顯嘅特徵。第一，自帶光芒，佢哋性格開朗大方，自信果斷，行到邊度都會自然而然成為焦點，係成班人嘅主心骨。第二，有極強嘅號召力同凝聚力，人哋願意信佢，願意聽佢指揮，因為佢哋身上嗰股陽光之氣，會俾人一種好強嘅安全感。第三，敢擔當，唔卸膊，遇到困難，佢哋絕對唔會走後門逃避，亦唔會將個波推俾下屬，自己扛起來，自己解決，有困難衝喺最前。第四，勝負心極強，唔服輸，遇到挫折唔會輕易低頭，天生有一種唔甘心平庸，一定要出人頭地嘅人勁。聽到呢度，好多人一定會覺得，哇，午時出世嘅人真係天生富貴命，注定要做大老闆，做阿頭，人生充滿光環。但係世事邊有完美，陰陽永遠都係相生相契嘅。所有人都羨慕佢哋能成大事，有光芒，人人都話佢哋叻，話佢哋威水。但我今日必須要喺度講句得罪人嘅真話，呢班睇落最耀眼、最識得抗事嘅人，
其實好多時係喺度攞條命去還前世嘅差。呢種天生狂頂嘅宿命背後究竟要付出幾大嘅代價？點解好多午時出世自帶光芒嘅強人，明明前半生風光無限，但去到中年之後，身體會突然之間頂唔順，甚至事業同家庭都會一落千丈，落得一個壯志未酬嘅下場？答案其實一早寫咗喺易經入面。老祖宗有4個字講得好透徹，叫做物極必反。午時係陽氣去到最盡最猛烈嘅時刻，但係易經話俾我哋知，陽極就會生陰，一件嘢去到最頂點就一定會向下走。你試下諗下，一個上一世做慣咗衝鋒陷陣嘅靈魂，佢個魂魄入面塞滿晒嗰種型狂同埋不能退嘅雜氣，呢種雜氣帶到嚟今世固然可以幫佢打江山，但同時亦會變成佢哋最致命嘅短板。太過強勢，太要面，同埋完全唔識得示弱。好多午時出世嘅人，一世人都跌落一個強耗嘅劫難入面。乜嘢叫強耗？即係強行透支自己嘅生命力。佢哋性格通常好固執，好自我中心，覺得自己個套先係最啱，做嘢唔識得轉彎，容唔下唔同嘅聲音，聽唔入耳人哋嘅意見，就容易得罪人，容易同人起衝突，最後硬生生將條路行窄咗。最慘嘅係佢哋勝負心太重，咩都要爭第一，咩都要做到最好。做老細嘅由朝做到晚，做打工仔嘅死都要搏上位。佢哋將個神經繃到緊一緊，俾自己嘅壓力大到離譜，唔理身體，唔理休息，晚晚捱夜。中醫講心主神明，你長期咁樣搏命，最傷就係心臟、氣血同埋精神。好多午時出世嘅人，後生嗰陣真係攞條命去換命嚟，到老咗就攞翻啲錢出嚟賣命，真係得不償失。仲有，因為佢哋太在乎責任，太在乎出面個面子，往往會忽略咗身邊最親嘅人。一世人都在忙，都在付出，好少停低腳步去陪下屋企人，更加好少去關心下自己個心底到底攰唔攰。有事發生，佢哋第一時間嘅反應永遠係我自己搞掂，死撐硬扛。結果呢？結果往往係突然間情緒崩塌，或者身體某個器官突然間響起警號。呢啲就係太剛意志嘅道理。咁午時出世嘅人，或者自問性格極度要強嘅人，點樣先可以破呢個局？點樣先可以將前世帶落嚟嘅領導力發揮到最好，同時又唔會傷到自己同屋企人？老祖宗留低咗一條路俾你，叫做中庸之道。中庸唔係叫你平庸，亦唔係叫你求求其其。中庸係教你識得轉彎，識得放手。第一，你要學識退讓，凡事唔好去到太盡，留一線空間俾人，亦都留一線空間俾自己。聽下身邊人講嘢，換位思考下，有時退一步，條路反而更加闊。第二，你要明白，真正嘅領導力唔係霸權，唔係乜都要自己攬晒上身。真正嘅阿頭係識得放權，識得成就身邊嘅人。你尊重人，包容人，人哋先會真心誠意幫你頂住個天。你亦都唔使下下自己衝去擋子彈。第三，亦係最重要嘅一點，你要學識示弱，學識愛自己。人生唔係淨係得工作同埋擔當，你都有屋企，你都有血有肉。攰嗰陣，同屋企人講句我今日好攰，遇到難關，同朋友講句你可唔可以幫下我。示弱從來都唔係冇用，示弱係一種同自己和解嘅大智慧。講到呢度，將子時同午時嘅底牌揭開晒之後，好多非子時、非午時出世嘅朋友，聽完心入面一定會打鼓，甚至有啲失落，覺得自己係咪注定平庸，冇好命水？如果你係咁諗，就完全搞錯咗老祖宗留低嘅終極真相。接下來我要講嘅嘢，可能會徹底顛覆你對命運呢兩個字嘅認知。12個時辰，每一個時辰都有佢獨特嘅天地之氣，每一個時辰降生嘅靈魂都有自己專屬嘅天賦同使命。點解古人要特登抽子時同午時出嚟講？只不過因為呢兩個時辰係陰陽交替得最激烈、最極端嘅臨界點，所以前世嘅氣味留得特別濃烈之嘛。但你要記住一個最根本嘅真相，前世嘅氣味再濃，都絕對唔代表你最後會打出一場咩局。我睇過太多所謂普通時辰出世嘅人，佢哋冇所謂嘅天生氣場，亦冇咩驚天動地嘅才華，但係佢哋一世人安安分分，堅守善念，遇到難關嗰陣，咬緊牙關自己捱過去，見到人哋有難，又願意默默伸出援手，最後
佢哋用自己嘅雙手同善心，修出咗一個極之圓滿、一家和睦、比邊個都要幸福嘅下半生。相反，我都見過唔少子時午時出世嘅人，知住自己有少少天分，有少少與生俱來嘅光環，就去屋塌自己嘅福報。子時出世嘅，任由自己跌入極度自私同內耗嘅深淵；午時出世嘅，變得狂妄自大，為咗贏唔擇手段，踩住人哋上位。結果呢，原本滿手嘅福報一耗盡，咪又係災禍連連，甚至跌得比普通人仲要慘，仲要傷。所以古人講命理、睇八字，從來都唔係叫你去認命。佛教入面講因果，《了凡四訓》入面亦有一句說話講得最透徹：命由己造，福自己求。咩叫做命？命就係你前世積落嚟嘅因，結成今世出世嗰一刻嘅果。呢個係你改變唔到嘅起點。但係點解老祖宗要留低易經，留低中醫命理？核心根本唔係為咗算命，而係為咗兩個字：覺知。當你清楚知道自己靈魂深處帶住咩習氣，知道自己內向敏感，容易內耗，或者知道自己太過強勢，唔識轉彎，你先至有機會去對症下藥。你知自己個空樽入面裝過咩香水，你先可以有意識咁決定，我今世究竟係要繼續被呢陣舊氣味控制，定係洗乾淨個樽，重新裝入新嘅清水。你今世嘅每一個起心動念，你對身邊人講嘅每一句說話，你做嘅每一個決定，其實都係喺度重新寫緊你未來嘅命運劇本。你付出善意，就會積累新嘅福報；你懂得包容同退讓，就會結下新嘅善緣。天地從來都係公平嘅，因果循環，絲毫不差。你種低咩種子，就會開咩花。所以唔好再去怨自己出世嘅時辰唔好，唔好怨自己冇貴人、冇運氣。你嘅心先至係天地之間最大嘅風水。如果你係子時出世，就守住你嘅清靜同善良，接納自己嘅敏感，唔好再無謂內耗。如果你係午時出世，就發揮你嘅擔當同魄力，但記住要學識變通，識得放手同愛惜自己。如果你係其他時辰出世，只要你守住本心，努力做事，唔去作惡，你一樣可以活出一個閃閃發光、無悔嘅人生。講到呢度，今集嘅內容都差唔多啦。希望呢啲老祖宗留落嚟嘅智慧，可以幫你撥開眼前嘅迷霧，睇清楚自己點解會係今日嘅自己。如果你覺得今日講嘅嘢對你有少少啟發，或者解開咗你心入面一直解唔開嘅一啲鬱結，古人覺得隨喜結緣對轉變心境都有幫助。大家不妨俾個讚，或者訂閱呢個頻道，當係俾我哋一個少少嘅鼓勵。喺評論區寫低你而家最放唔低嘅一件事，或者你對自己性格最無奈嘅一個缺點，寫出嚟，面對佢，個心會鬆啲。無論你係咩時辰出世，記住你嘅命運底牌永遠都喺你自己手入面。